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7月19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3篇，耶利米书第10章17节到25节，使徒行传17章16节到3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不是之神。之前曾经与兄姐分享过，在牧会的时遇到一些非基督的朋友，他们一进到教会的区域，就是送孩子或是孙子到教会的幼儿园，都会声明说，我们只是来上学的，不是要来入教的。对他们说，基督教的上帝是一个未识之神。他们既然不认识、不了解，他们对基督教的上帝更具有那个畏惧感。他们害怕，如果入了教，就不能再拜祖先。他们担心，孩子们如果入了教，将来呢，就没有人来接香火。他们烦恼，那里面不知道都在做什么，因为他们不认识基督教的上帝。问题是入教比较好，还是拜偶像，是拜公妈好呢？其实有时候看他们并不是很清楚的，因为他们也不一定明白自己在拜什么。但是至少这个偶像是看得见的，基督教的上帝却是没有形象的。以色列人虽然是上帝的选民，是蒙福之人，可是他们却随着当地的文化拜起了偶像，因此他们就受了上帝的审判惩罚。上帝也透过先知来预告他们即将流亡。耶利米书10章17节到25节，被围困的耶路撒冷人啊，你们要收拾自己的东西，上主要把你们抛出这土地，他要把你们压得粉碎，连一个残存都没有。上主这样宣布了，耶路撒冷人大声的哀嚎，哎呀，我们受的伤有多么严重！然而这是我们必须忍受的痛苦。我们的帐篷被毁坏，帐篷的绳索都断了，儿女都离开我们走了，再也没有人来支搭帐篷，也没有人再把幔子挂起来。我回答说，我们的领袖都很愚蠢，他们不寻求上主，因此他们失败，人民流亡。听吧，谣言满天飞，北方的国家有大骚动，他的军队使犹大各城镇荒凉，成为野狗的窝。上主啊，我知道没有人能够操纵自己的命运，没有人能够掌握自己的前途。上主啊，求你从宽管教我们，求你不要在烈怒下消灭我们，求你把烈怒倾泻在不敬畏你的列国，在不承认你的人身上，因为他们杀害了你的子民，他们灭绝我们，使我们的家园荒废。现今的时代，许多西方的基督教国家的人们，也因为受到神秘东方文化的吸引，有些金发白皮肤的也穿起了袈裟，也跟着人们去到
向东南亚去拿香拜拜，他们的心开始跟着流浪，敬拜着那看得见却不能动弹的偶像神明。使徒行传17章16节到31节记载了保罗他到达雅典之后，在游街道的当中看到的一个碑文，写着卫士之神。保罗以此来与他们分享他们曾经敬拜过的，向卫士之神献祭过的，借此保罗与他们分享了这一位卫士之神。保罗说，这个圣经的记载保罗在这个雅典等候希腊和提摩太的时候，看见了满城都是偶像，心里非常难过。他在会堂里跟犹太人跟敬拜上帝的外邦人辩论，又每天在广场上跟偶然遇到的人辩论。有些伊壁鸠鲁派和斯多亚派的哲学家也来跟他争论，有的说这走江湖的在胡吹什么，也有的说他好像在传外国的鬼神。他们这样说是因为保罗在传耶稣和他复活的福音。他们就带着保罗到亚略巴古的议会上，说：我们可以知道一些你所议论讲论的新学说吗？有些事我们听起来非常奇异，很想知道究竟是什么意思。保罗站出来，站在亚略巴古议会上说：雅典的居民们，我知道你们在各方面都表现出浓厚的宗教热情。我在城里到处走动，观看你们崇拜的场所，竟发现有一座祭坛，上面刻着献给不认识的神。现在我要告诉你们，就是这位你们不认识的，却在敬拜着的神。这位创造天地和其中万物的上帝，乃是天地的主。他不住在人所建造的殿宇，也不住在人的任何供奉，因为他自己把生命、气息和万物赐给了人类。他从一人造出万物，使他们散居在整个地面上，而且为他们预先定下的年限和居住的疆界。他这样做是要他们寻求上帝，或者能够在摸索中找到他。其实上帝与我们每一个人相距不远。有人说我们的生活行动都在于他，又如你们当中某诗人所说的，我们也是他的儿女。既然我们是他的儿女，我们就不应该幻想上帝的本性可以用人的技巧，用金银和石头所雕刻的偶像来比拟。当人们处在蒙昧无知的时候，上帝不加深究，但现在他命令全人类要离弃那邪恶的道路，因为他已经定下日子，要借着他所拣选的一个人，用公义来审判全世界。由于使这一个人从死里复活，他已经将凭据给了全人类。保罗以真神，所谓的卫士之神，来与偶像神明做比对，让雅典人知道上帝已经拣选了一个人，用公义来审判世界。他是从死里复活的，以这个权柄凭据给了全人类，因为别无拯救能够如此。诗篇23篇，上主是我的牧者，
我亦无缺乏。他让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到安歇的水边。他使我心灵苏醒，他照着应许引导我走正路。纵使走过阴森山谷，我也不怕灾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。你用杖领我，用棍护我。在敌人的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，待我如上宾，斟满我的杯。你的恩惠慈爱终身不离我，我要永远住在你的殿宇中。主啊，求你让我们明白拯救的计划，让我们不要因为不明白而离开主上帝。让我们知道这世界只有赐下一个救恩，那就是复活的主耶稣基督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